俾佢一部手機，加埋個 B 企賬號，佢同方圓幾度嘅主播全面上麥。冇錯，佢係 B 站唔知名 UP 主，孤篇聯盟主席卡修斯 Caters。美國五星上將麥克亞瑟曾表示，如果我連麥界面突然間出現個紅白雙間頭像嘅嘢，我肯定會將佢，因為我都想聽下佢唱歌。著名單推人 Kevin Song 曾表示，上回喺以太郎直播間嗰陣 ，Caters Song 俾我畫咗一幅畫，講真，都幾卡哇伊嘅。之王素斯曾表示，自上回卡修斯設立咗孤篇人民電影製片暗以後，由聯盟嘅陣地又增加咗個 B 站盟仔歐主播足 Q 大人曾表示，自從我聽完佢唱歌以後，我覺得佢唱歌真係好好聽，加油！係咪一出北半球一端嘅反智家長瞬間坐唔住啦？國際之樂色一姐跳藝詠表示，呢個人成日舉報本公主嘅直播間，我都要快點叫人將佢視頻俾限流啦！究竟係點樣嘅 UP 主？等各路人大神都咁議論紛紛，大型紀錄片《卡修斯 Caters 傳奇》持續為你播出。